关到山哈，所以山的呢，台湾族哈，台湾族有一千年，变小琉球有关系，所以咧真亲密。佢係考古家劉一聰先生，係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創所嘅所長。今半日，佢帶領佢嘅研究生喺台南成功大學下南到屏東東港去坐船去小琉球做考古調查。因為400年前，該位設有千年出名拉麥人被荷蘭人屠殺滅族都完全消失，連台灣嘅歷史文獻都冇記載。故所做考古家嘅劉先生，就希望利用佢考古研究來還原小琉球佢本來嘅歷史。小琉球那個島面的那啲青年，拉麥一種嘅人，佢做嘛本荷蘭人仲係遲了。本荷蘭人作來一個大事件屍劈邊作者嘅人，差唔多1200殺。你喺台灣歷史面的真大嘅事件，按古呢個事件呢，日到了無清無楚，小琉球面那個烏龜洞，一個大雪，實在講完全變事情無窮快。所以我最近都做了個研究，想要改變台灣人嘅歷史上有問題嘅想法，用設計一個人真細嘅力量，想要對抗真太嘅台灣史嘅學者，希望是得成功，冇成功嘛唔怕，仲係有成果，就有記錄。那教授講者，這個所在就是頂港。財政大哥吼，伫這頂管遮找做一頭片的，衝落來就是攏衝落來伫這下底遮。所以遮就是美雲洞遐。這美雲洞，我著較早真見過，我著佇美雲洞遐有捡到標本，我著想講這遮大人可能性無吧，應該到頂。頂管遮一個平台，就伫迄個竿頭遮。先佇迄個台底來看，較落去對，安尼，可以使看，頂管看下底物件是毋是有效？即馬去愛景去，嘛攏愈變，咱咧講去攏有誒攏愈嚴。20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嘅雙船金絲號為死去澎湖。半路會停喺小琉球島上岸試水，結果去試水嘅人，十分當時按照拉麥嘅人出名辭退。後來到2024年，荷蘭人雖然佔領了太原，也卻留下嘅台南安平，開始佢哋出名台灣38年嘅歷史。不過含起一心，想要對小琉球嘅拉麥人報仇。故所喺1633年到1636年，佢哋連續出征小琉球3敗。其中喺1636年嘅敗，然後夾8屆抗敵下按照烏龜通嘅三府州塞龍都唔肯投降嘅拉麥人，
样样的龙口本人用火用盐焚到死。最尾，南曼人一腔被荷兰人屠杀了500多街，另外又闹到500多街人都太热。到了1645年，最尾抗战嘅15街人又为了作走，使至到南曼人的小琉球完全灭族。不过，安尼嘅历史，在1975年，有家下嘅乡长所杀的嘅乌龟通杀比当杯，才变成系部分冇听到荷兰人离开嘅乌奴抗的龙度，本英国嘅干脆干入点火刺枪枪。故所为了为南曼人清除哈那岛，是伫小琉球生发过嘅film者。刘以聪先生就带领成功大学调查队，来到可能系改良时南曼人部落嘅素材来寻线索。比利时的水都。这个路边都很这个哈，那个研究你们来拍一个照片，就是这个哈，是因为修路挖开了以后啊，水洗过，那所以这个就叫做陶片，这个就叫做密集现象了啊。这个陶片非常的密集，那然后这个东西啊，不会是一种人为的啊，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密集堆积现象。刚刚车子开过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感觉是这样，这应该是安平湖的底，这一件，应该是安平湖的底，而且那个是高波维亚，高波维亚较无时间性吼，啊，但是嘛是因为刚要出土吼，所以嘛应该要早等。老师，请问这个是？这是那个贝壳。贝壳的一小块。先拍个照一下。应该拉美聚落是铺粉。那都在这样，规个山片种啊迄个。就应该就是这个蔬菜吼，铁到以前的工种的铁啦，啊都没防起来。哦，这是开路开到了位了，啊，路开来的。这路口来蔬菜从啊就标本，看得到，看得到标本，看得遇到标本，像安尼吼，路口来就看到按照标本来个，下潜啦，哦，都行得到，哦，也石器啦哈，石头做的工具啦哈，这都真香哦，很漂亮的打字石符啦。石头做的布条啦。你头面的石器来讲哦，太铁的做法哈，啊有咧用打的哦，就是反义讲那打字啦哈，啊有大料啊去弄，哦，啊第三种是中华用弄的，啊打的个粉的看磨的啊，那反义讲那打字。半磨制、磨制啊，有3种啊，你啊真简单看呢，都系用弄的磨制嘛，哈，弄过真清楚啊，你按来动力啊，其他看到地讲你很研做过的东西，啊天风啊，都会你用大料过弄的，你系佢本来的石头面，你只系讲吼自然的石头面头来买，啊佢大的粉头来买。啊！你东王你即啦吼，叫弄到真呛、真柔啊！吼，你用寿命就伫真柔啊！你买吼，你就像翻译讲，你用韧布啦、使用的部分来讲吼，甲使用的部分那看起来安尼柔安尼吼，所以表示讲其应该安尼装饼吼，安尼用，吼，都布条啦吼，所以你有没看真清楚？真难看清楚的迄料，中华用大的，啊，就直接大料，就直接使用。对考古学家来讲，像安尼石器，有没是咱来研究的对象？因为台湾长期使用来用大的石器，对扣石器时代，
经过新石器时代，77到1896年啊，日本引到台湾的第一年，这个日本的军官安诺纳卡诺，其实韩国对法典的用力，韩国来南漂那片，陆航还看到安尼的东西，很多种迄种嘛呐，从山度拿铁拿木嘛不多，其实工种呢，山方的工种佫真多适合，铁一下都坏撇啦。你石器呢，发片拍5分钟就做一只了，所以真简单。对石器有非常深入研究嘅刘先生，其实每一个非常特别嘅考古家。学术上，佢除了係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嘅特聘教授，然後創所所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嘅兼任研究員。台灣考古學嘅權威之一，佢係少數對台灣土地、老歷史又有強烈使命感嘅考古家。唔但將會用佢考古專業，長期擔任環保署嘅環境影響評估委員，勞動到單位嘅文化資產審議委員，為台灣嘅土地環境、老文化資產來把關。佢係當好行業社會，三萬買來討論老講研，用考古嘅角度，本台中重新認識台灣嘅歷史。郭芬先生到我这里，他矮矮的矮，他老的时候很矮。我跟他见过很多次的面，而且跟他一起做过考古调查。年轻的时代，他指出来这下面有没有颜色不一样的？这里有没有？这个位置的砖是荷兰时代的墙，也就是安平的房子有很多是从荷兰时代的房子一路盖起来的。他这个徒孙呢，现在正在做这里的考古发掘，我正在做，从上个礼拜开始。两位在台南嘅安平，也在2024年，荷蘭人佔領嘅太原，和啲兩位新野人扎上來親民統治台灣。該兩時，荷蘭人為了做廟日，和啲野人扎上嘅順口建立一個太原市鎮，寫了當到漢人對兩位落實做生理。不過經過了為400年，野人扎上早啲清朝末年就亡掉了。到了日本時代初期，就改建咗留下嘅安平古堡。不過順後嘅太原市鎮都見限在，改取留下嘅安平老街。故所劉先生所帶領嘅成功大學考古隊，就喺安平老街地度嘅檢視場來一來考古，看下天內下，還就留下400年前嘅太原市鎮，物解fin獎幕。這個嘛，這是上一層。對上一層。有一個地方比較特別是，就是好像有一個灶，是老師他去弄。那就是那個，現在還有一小塊在那裡，對不對？大半食材都是在那。那不會拿去，這個我們得帶回去。半隻。就是整個鎮是這些，然後分遷史，危險的。然後先出一個農鎮的永利通道。所以看，這些還畫得很標準。還沒有簡化的時候，這個背面，好棒啊！這個報大會要吃。貼的東西，有看到在鄭成功跟在嘉義的時代對日本有真多來的，我哋喺日本做的東西，九州。舊做的。那叫安平古地。安平就青島的東西。但係好似安平府嘅標本。很完整嘅符係上岸嘅，係明朝時代嘅福建所生產嘅肥嘅。因為出土最多嘅素材係啲安平，故所按到安平符。另外，還有啲中國做好將送去印尼外銷嘅巴塔維亞瓷，日本舊族生產嘅長髮瓷，
让人民规划时期嘅润力同步。还根据了条天下嘅标本，就做嚟证明太阳在400年前荷兰统治了后，就让荷兰统治嘅印尼、中国嘅福建、广东，还有日本，已經有當多嘅交流咧。呢係成功太學哈，從2018年開始嘅一個計劃。我來成功太學了後，我是同校長講，呢個太學到台南，17世紀2024年，荷蘭人對巴達維亞來到台灣，到了係安平。2024年，荷蘭人來台灣409年。不管你感覺到我係本荷蘭人出面，或者本佢統治，係講荷蘭人來對台灣有真大嘅影響。總講，大概400年前，荷蘭人來台灣，影響到台灣真大，同台灣帶入全世界嘅某些那個範圍地度，台灣人開始變全世界來往。看懂了吗？现在看懂了吗？它就是一个东西，然后拿一块瓦砖拿去打，要把它敲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看啊，它这个啊，它一定是单边打，有没有？这样打啊，所有的都是单边打，单边打啊。这一块当然就是比较大块，就不圆的啊。打单边打以后啊，它会出现在小修整以后，就会出现一个上面宽、下面窄的圆形。这个东西呢，绑上布就变成盖子。这个东西呢，大概是这么大的瓮，就是那个有没有4系罐的那个罐口，这样下来的这个东西的盖子。啊。所以，这个拿回去当上课教材啊。其實2張野人早上，老太陽市政嘅考古研究計劃，劉先生最早喺2003年就開始做咧。該兩時就熱到荷蘭時期野人早上路上嘅體積都見限彩。後來喺2018年開始，又陸續熱到很多文獻無記錄嘅新嘅發現。發現到大概內向變外向，外向嘅變順哈有排水溝，呢係文獻無記錄嘅。啊，過來到廈門嗰邊好搞嘅，到青島，當時呢個西晉嘅青變順變化嘅高階素材係青島嘅。啊，過來。到底了解上嘅確實係猥瑣同呢啲啦。啊，台南市政府就做一個，同個路面面等做一個做藍做成，外帶就畫一條線，啊就用轉角嘅通起來，列出一個像嚇。啊，我哋攞去張良廣場灣，呢條係一個西牆啦，啊，一個外牆嘅四片嘅牆條嗰條位啦，啊。啊，其實咱對考古做出來，哦，土條位啊，土條個素材，咱考古做出來，咱做列隻嘛，哈，列隻，哈，咱做出來土條位啦，土條位，哦，啊，所以張安棟嘛，張良廣場灣啦，當然呢個牆條都正建嘅嘛，哦，你冇問題，啊，佢安尼過來，土條位，呢個素材有一個領保。啊，當然，你牆頭就安尼過來了後，吼，應該倒來尾就慢咧啊。啊，所以講吼，你跟歷史學家也係建築學家對嘅呢個位數吼，差唔多張良廣場灣。所以我認為講吼，從頭呢個場所做研究來講吼，一定係考古學都牽頭前啦，吼。啊，考古學來做嘛，啊，你個推測按多，總係唔錯啊。啊，我唔係長20公分，係長2公尺喎，2公尺寬。哦。这个挖下去，本来以为会有墙露出来，但是结果没有看到。黄色。对，黄色的土，不过黄色的土的确是，像这个看来就是没有错啊，它就是这个土，对不对？也是一种粘着剂，就对了。
可是荷兰时代不是呢，我们在那个热兰遮城里面挖，它还是白灰呢。民宅跟有可能，因为这边市政嘛，这边本来是华人的居住地啊。一个是民宅，第二个可能是华人盖房子，它材料用的材料不太一样。对。和剑石强调话咧，经过两度的考古呢，都看得真清楚。对掠的地面切切落去到荷兰时代，大概时代的体层总啊出来。对荷兰时代，창신宫加错的时代，太清体块的早期，太清体块的中期，太清体块的晚期，日本时代、民国时代到现代，完全清楚。啊，土体一层一层层起来，总啊磨留起。啊，过来呢，安平地区的掠条路变巷，总啊变荷兰时代，挨撩落去了后，看到的东西总啊变荷兰时代的规划强化，总啊无变化。400年以来总啊安尼，哎，安尼掠得真凄美咧。所以我哋鼓励安平人讲吼，而且起出来，吼啊来要求政府来替俺安平嘅尽力做一届。本人提讲400年前，安平变了美国纽约区嘅 Wall Street 啊华尔街，係强嘅时代起嘅东西。一个标本，采集者采集标本回来之后，第一个动作当然就是清洗。那清洗的最常用的方式是水洗。刘先生掠当地嘅为成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嘅研究生上课，教佢哋要慢整理标本。台湾大学在台北帝国大学主属人种学的教室的时代，就有那本标本登录簿。标本登录簿上面有号码啊，我记得是 A， 然后后面 dash 是4个数目字。我去领过这个号码的，因为我当学生，我去八甲遗址采集了很重要的标本回来，我就去跟考古人类学系的系办就领了这个号码。其实刘先生喺1973年考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内嘅，都近50年。喺呢50年来，佢做嚟讲係完全贡献本台湾考古。故所为了培养下一代嘅考古人才，佢喺2015年喺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员嘅时间，就接受了介下成功大学王教授嘅邀請，創立了台灣頭一間一定從事考古學嘅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考古學係一個大嘅學門，大體上啊，到台灣做考古學家吼，唔愛去學習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啊、體質，吼安尼了喏，典型嘅學科啦，了解。所以讀大學時代呢，讀了幾個學科嘅學生，真多人物來考古學研究所，吼。啊，到研究所時代，佢就變做真專門嘅一個學科咧。所以佢學嘅東西是考古學嘅理論並方法啦，吼，考古學嘅添加方法啦，吼，考古學嘅分析方法啦，呢都真是種啊真考古學嘅東西嚟啦，吼。其實劉先生一出到台灣考古，看作係佢一生日最大嘅責任。喺了解之前嘅源頭，就係佢大學4年、研究所3年嘅圖史，然後指頭教書，係當時台灣考古學嘅權威宋文群教書。不過劉先生雖然進入大學，就對考古學突出痴迷，但係因為家下嘅考古學當冷門，出路有少，故所考慮到自家嘅未來。佢哋大學1年生就有專業嘅想法，到了2年生，還正式提出專歷史內嘅申請。因為我成績當好嘛，我修歷史迄2門課仲要900萬分，一聽全得過。
叫做宋教授呢，佢係雅道士，愛轉起愛佢簽詩，用到佢講到，佢冇送出嚟，嘛冇簽詩，嘛冇送出嚟，所以都快好了，這麼難都考不起，那沒有轉起過去啊，都會這樣地講，佢根本冇送出嚟。所以真英命，好好留落個脫口句。你一想起來其實天有意思啦，因為幾多潛傳言啦，佢咪每度係了解因為真用所有嘅辦法啦，除了佢冇同我送嚟轉起單以外，佢做乜嘅呢？佢同我潛住個大嘅獎學金本啊！所以我3年變4年是講靠獎學金都成敗啦。我爸我妹唔是神，根本呢都真英命啊脫口過啊，所以成績都變真好嚟啦。對太空語言開始，佢就同我收入嘅個研究室地度，我都變做嘅個。你講起啦，入室弟子啦。佢咪影響我真大，我個人生觀啦，其實到了到了個時間內，我對考古學嘅算係講真心啦，我是總下唔是標配，總下真袂記，係咪啦？呢位係台中嘅七期重八期。每台中飛來位置範圍地度嘅一塊工地，因為愛去太熱會破壞位置。古早就有劉先生所主持嘅成功大學考古處，伫了為做考古嘅搶救。很近半日，劉先生就帶領佢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1年生嘅學生嘅去考古現場實習，學記錄，學拿鏟子。這是幾乎每一個做考古的人必經的途徑。你要知道這一鏟下去的感覺是怎樣？是沙，是泥，是緊，是鬆，有時候你假如戴手套，你要把手套脫掉，用手去揉一揉，我知道。你看他們現在沒有把土塊把它打碎。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層是比較不會有文化遺物的地層。到了有文化遺物的地層，通常要把土塊打碎一點，要把裡面的標本盡量取出來。呢隻飛來位置係2002年發現，2003年開始由自然科學博物館為到搶救來驗。因為為所就喺台中市嘅飛來里，古所按落飛來位置，範圍大體就係離下台中最老熱、生態了魚最多嘅7期重八期。古所為了開發土地，台中市政府就指定了小來公園2塊地，來做永久保存嘅飛來位置公園。其他素材假使探勘發現有4000本發冊，只要做了考古嘅搶救，就做得開發。其實劉先生本身就係台中新沙人，古所對恐龍喺台中嘅飛來位置，就是持有當多嘅期待和想法。因為我今晚去看自然科學博物館建造嘅研究那唔係講模糊啦，所以就一術做看模幾個想法啦，我且是想講，我到台中大漢，我爸我妹對92日了後。因為從下帶頭飛來嘅附近，今晚7期還冇按到太流啊！我從頭韓國嘅7期嗰邊飛來飛去啦，我看到真多嘅考古嘅情形，我就想講你實在同所有嘅資料整理起來，寫咗一本真凄美嘅書啦，同台中嘅人講。人家台中土地真貴、真繁榮嘅素材，到4000年前，因為係真繁榮嘅素材。
那这个地方呢，刚好这里有一个断面，你看到它的断面是这样过来，有没有？但是这个的上面还有一点点这样的土壤，跟现在正在挖的土壤似乎是一个可以相连的面啊，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哦，这个历史时期因为有塑胶，我们马上就知道它是最近的东西。可是这个最近的东西呢，我们仔细的判读，却发现它是2次。有塑胶的这个，它是把我现在站的这条沟，把它填起来的动作。啊，所以你看所长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在记录上面必须写的东西。那是怎么来的？就观察你所学的所有地理学、地形学，或者是你的生活经验的所有的资料，都可以作为你观察的时候的依据，然后把它写下来。其实人类历史有99%系无文史时代嘅事前史。故所了解解团人类社会嘅唯一方法，就利用考古学伫天底下来寻线索。台湾有文史记录嘅历史时期，系伫400年前嘅荷兰时期开始嘅，喺啲嘅以前就算系事前嘅石器时代。目前发现最早嘅系旧石器时代早期45万到19万年前嘅澎湖人。過來係舊石器時代嘅煤器，有5萬到6000年前嘅長濱文化，老劉先生喺苗栗太湖北公寮發現嘅苗型文化，佢下嘅人做石器是曉得用大嘅釘。3年到6000年前就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老舊石器嘅差別就係做石器進步到會加用腦嘅，係曉得用泥做陶器。3年差唔多喺2000年前開始，到400年前就進步到曉得用鐵同金元兩條東西咧。當然石器老陶器還係繼續用，故所就按落金石並用時代。嗰啲台中回來遺址就做得看到，最早喺4600年前嘅新石器時代中期就有人喺兩位黑咧。對清早嘅前嘅人來看，嚇。4500-600年前，係差唔多帶到3400-5000年。啊，佢本來頭各個蔬菜嚇，只唔係講叫帶到嚟賣，要天通，只做一個大範圍地度曬來曬去。啊，佢有度個水材，那有了多個水材個錢，啊，做太水，就想灑來，啊，同個文化層結合，結果都仲帶，按過佢青梅熱度。應該發展到真太嘅水材，我認為講，咁多嘅太水對人有真太嘅影響。雖然人冇一下都辦在，按個間開始思考到大陸嘅蔬菜冇有問題，所以你就看到差唔多到300-400年前。你是看到人有蔬山皮，有曬過人嘅話呢，你係種形太好，各個蔬菜啊，好多人講咯，頂橋啊，啊過來呢，3200-300年前曬出嚟你嘅態度，按照養鋪各個蔬菜，啊過來差唔多到2000年前後開始嚇，太普羅的曬去海船，曬清水，你按照種下各個蔬菜，咁麼愛做嘅研究。啊，各個蔬菜呢，對差唔多2000年前開始用，確用到荷蘭人來，荷蘭人有記錄講，呢個蔬菜係一個真正嘅部落。其實呢條4000年內曬嘅路線，係考古家根據當隻4000位置年代嘅走慢，然後文化嘅變化，按嚟推測出來嘅。為了了解了4000位置嘅年代和文化，考古家其實會經過非常複雜又多工嘅研究過程。直至開始一個現場，除了會搶當到工人來探索現內研究處理
还会随时伫顺口做详细嘅记录、测量，然后整理标本。了后，标本还会经过洗清，一张张编好。最尾还能够整理出详细嘅清册，将做得根据了的资料来做分析、然后研究。假使有访谈、骨头、比类了各类了的标本，还能送去科学实验室来做探测器嘅分析，按样出做得第一个位置确实嘅年代咧。还除了年代，利用大只位置嘅文化变化来推测4000年类似嘅路线，係考古家从头未用嘅方法。因为台湾第一本时代开始累积了200年嘅考古研究，做出了台湾大只时期4000文化会出现嘅东西，有地头咧。一种嘅东西无变，无慢慢变，无慢慢变。啊，掠呢，考古学家做了真有嘅统计并分析了后，就知道哦，掠开年头嘅东西上落掠较快，掠开年头嘅东西上落掠快，啊，对掠较快演变做掠快，是在看得出来嘅变化系安尼过来。比如讲哈，在土器嘅色哈，对红色渐渐变到无色，无色渐渐变到灰色，你个过程是清楚啊。所以青梅豆在清水的中下个个铁器哈，是怎啊太地怎啊变做灰灰，按古变真硬，温度高，啊，迄阵嘛要变做雾变灰，系因为本来迄红色的是迄其迄冰同外边色，啊露天哈色，啊所以其个安怎氧化，哈啊渐渐然就要起这个热。啊，冰又低度小，啊热搁甲减紧了后，其实变做还原。啊安尼方式，啊规门其实嘛搁渐渐变做灰色吼。那看起来方法系无嘛个太改变，按古亲要紧系，个温度变高。哦，啊这个温度变高吼，的时间点吼，其实对台湾来讲系真特别的，系差不多1600年前开始。并且我做铁器有关系，因为铁器是高温的东西。这些都要出现嘛啊！对面的太雪山嗰片啊，盖是盖面的有一个尖尖的山，那亚婆锥。啊，以前条件总啊水田。底下的看蒙人细田的，从下中序过，哎，中序过。留下的太祖先，哦，甚至系那这叫的童年小样啊，这头的种，咱就要强调啥事？安怎有嘛？听得晒，伊个哦，明年要做来变得啥强啊？保育那部就干面，那细民众还忙干忙头，所以还较辛苦。那些台中县新下乡叶福村下半旗舞，大概要出些这个青年啦哈，因为半旗舞呢。系一个有水有山的所在，西汉的时代呢，唱起来，俺不是了小进桥，太个河上动态，水动态，所以俺刘家无去太个河做下工，吼，啊无去田红染田螺啦，无去细桥米线啦，吼，这都事情总下做过，这都事情呢，对俺来讲，以后我读考古学吼。其实上去前来西汉的时代的相反，色彩有样样都来，因为我对我变动，我对地理、对历史总还真有趣味啊。刘先生就因为对地理和历史都有兴趣，故所伫1973年台中一中毕业，参加太后联考的时，接受其高山陶师的建议，然后做在结合地理和历史的台考古人类方面。上一届资源地图，
结果佢嘅分數就拄好考到台大考古研究方呢，喺佢嘅正式日讀就突出奇美，一直到招聘同研究所，到1983年本人招聘入中央研究院，到今佢對考古嘅奇美還係一直冇變。因田中人看山、看田、看得些，啊，咧都市嘅摄影看唔成。我遠看到伊，我啲啲條係感，嗰種感，嗰種態度，即係看到啲2-3公里以外就看得出來，嗰啲天係做乜解？所以我對太空開始了解到了人文學問了後，太空語言先開始那個先生帶我出門，開始識得到東西了後，我是做真多咧，啊，時間有限，都要出去做啊。拜六禮拜我看冇出去了啦，是冇出去做，自家做調查、做記錄，所以要真做啦，1970年頭嘅記錄，跟人都太好嘛，那時嘅記錄呢，我叫你先寫公園嘛，公園呢有幾個人好了公園，那冇呢冇去啊，天馬奇景就開始寫以前嘛。都新社都本我尋到當多啊！我講到太空2年生、3年生啊，我都尋到真多新嘅東西啦後來到中央研究院上班，當然我是從太有機會就請出差去台灣嘅北做真多細條嘅所在日本慢慢地做調查，你喺台灣差唔多我同我做過嘅，差唔多我做過啦，真正係無去過嘅所在啦，像綠島、安西島以前我個地點有3-4個地點嘅日本時代發現啦，像你中華我發現啦。咁就按嚟看起來，劉先生唔但將係一個天生嘅考古家，還係考古家地圖嘅千里馬。因為台灣差唔多2500人則有登記嘅考古位置地圖，佢做過落調查過嘅就有1500人則，一間日就比台灣其他所有考古家堆起來嘅更加多。但係千里馬咩有北落來喪失啦，行嗰隻北落唔是講，就係老佢關係最深嘅先生宋文群教授。講起來宋教授嘛，同我看做像賴，像一家賴胸款。按故我做嘅學生嚟講，我嘛真無受本分啦。係有人講咧，英國愛變先生嘅行嘅方向胸款，我冇，其實我冇留到台灣太好。天意我以後做台灣考古研究嚟講，嘛有真多變嘅意見無胸款嘅所在按故我一生人我有乜嘅大事情，我總講體育嘅時間，都話去家不卡簽去，去家嘅研究室簽去，去家不卡看去，體育時間去，比如講1984年我去中央研究院咧，我發現到苗栗太湖嘅個苗型文化個舊石器時代真有勁嘅東西，我發現當日轉到台北，我冇轉研究院隨去台灣大學簽去，拿本去看，佢安尼標本拿到，小阿伯講，你對你不來，我是日甲講佢講，佢一生人追求嘅目標，對1968年嘅年底，發現到長柄文化係舊石器時代嘅東西，以來一切尋無正經嘅地點同你會，我個尋到嚟，所以佢非常嘅歡喜。至少3個文化圈，一個4000前後，一個3000前後，3000前後那個從3300-3400到1800，因為這個遺址的3家文化有2層。2個時代的3家文化中間隔着一個建築結構那所以其實，假如這裡的這些田全部把它
能够跟那边那块公园交换的话，那这个不大的公园，史迹公园、考古遗址公园就可以被留下来。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这样用土地来对，一个土地最好能够多个用途。做公园给民众游憩，做考古遗址公园给民众知识，然后再过来在地下可以保护地下的文化层。那其实刘先生领当地3家遗址，每日称同一团体做导览，除了高级的认识3家遗址，也高级的6万的题材地图，差不多4000文化留下来的标本。各位朋友，你们看这是这个遗址的标准地层可是标准地层因为上面人有处理过所以上面就比较不容易被看见。但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台地的本身的硬结构你看这个红土接地跟砾石层，表示在最早之前，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河床走过的地方然后你们就要仔细看这地层里面开始出现东西，所以你们看这个也是陶器，有没有看到？这些陶器都满地都是，对不对？所以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在这里到处都给你看到了，对不对？你随便抓都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叫做文化层具体有文化层存在的范围，我们就把它叫做考古遗址。考古遗址用最小的地名来命名，这里叫做竹南镇三家里的三家聚落，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三家遗址，对不对？这就是人类长期会怎样？其实考古是一门门槛非常高的学科，因为需要丰富的经验来学识，才有办法解脱埋在天底下的各种无穷样的题材，可能是。要解脱，而且珍贵的史前文献，假使看唔识，就会变作末世天书。该刘先生最特别的，就是佢除了对台湾地理、体质和历史全部名都透透以外，佢对台湾史还有一种当特别的使命感。以前上一老台湾史，只有文献的荷兰时代，万年都冇文史记录的史前时代。刘老师他对台湾史学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不认识字啦，那你们都是认识字的啦，然后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啦，他觉得历史学，特别是比较早期的历史学者不重视史前文化，不重视史前时代，那在谈台湾的历史的时候，都从文献时代开始讲起。那台湾史的话，往往就会从荷兰时代、西班牙时代开始讲起。但是台湾岛上的住民并不是17世纪才住在这里嘛。刘义昌这个教授，他一直希望把考古的那些资讯跟历史时代，尤其就是所谓的平埔族的时代呢，来做一个连结。尤其考古最后的一个金石并用的这个时代，接着他们就是跟原住民那个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一般就做就是做那个什么样的考古就考古很少会去想跟后来的那个原住民的想做一个连接，很少这样但是台湾史自从1990年代蓬勃发展以来，以及加上考古家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以来，其实现在很多历史学者都非常重视跟史前时代的连结。这也就是所谓典藏台湾史第一本一定会请刘义昌老师来写，因为大家就是肯认了台湾岛的历史不是只有汉人这些有文字书写的人群，他们存在的时间才是历史。即使没有文字，他们在这里所生活过的痕迹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那其实很多历史学家已经是如此了。跟你买这个不是很可爱吗？圆的城。然后我们去找洞穴。像蘑菇啊！各种都小琉球，刘先生继续带领学生的到闽南通嘅海巡做调查。成为第400年前嘅南蛮人，远远看到荷兰人四川来攻打，係唔係要為抗啲兩位海巡嘅珊瑚礁殺龍島呢？
其实刘先生是讲过，佢係讀中國地理和歷史睇嘅，所嘅教育咪全部係皇后，然後成功留下嘅文明變遷。這次到佢行入台灣考古學，了解到台灣呢啲土地同人類互動嘅歷史了後，將發現原來佢對家鄉嘅情感。透過台灣考古學，就做得了七個腳踏嘅土地兩相連。故所佢會從頭寫書講言。經因為歷史就係人和土地互通構成嘅累積，故所愛寫台灣歷史就冇應該用每一隻族群嘅觀點來寫，應該用台灣嘅土地來做主體。咁就按嚟來看，台灣歷史當然就唔止400年嘞。作為一個考古家，考古家的材料、考古家的田野就是在土地上嘛，他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貼近土地。因為他就在土地上探勘、發掘，他在土地裡面找到以前人類留下來的痕跡，然後這些痕跡要跟這個土地這塊地方的自然、它的風土、它的氣候跟它的地形，他都要有了解，才能夠去解讀這些史前時代人類那些早期的人所留下來的生活痕跡。那理解的越深，看得越深，你當然就會對這個土地有更深的情感啊。所以咧，成功大學了後，而且嘛還做一道嘅研究。按古嚟嘅研究呢，漸漸貼合到一個大嘅主題，就係呢台灣文化很有上來。用英文來講 ，becoming Taiwan why 台灣文化如何形成？所以我開始想呢個問題，所以以後我唔是做行政主管嘅3年，應該要寫一本真大本嘅書，嚟寫呢個問題，用考古學嘅看法啊，那用翻譯嚟講，就係呢海域交流與台灣形成呢個書名，我要想好係安尼，希望提出完全變台灣史嘅學者無共款嘅看法。呢位係小琉球嘅3班班，劉先生講400年前嘅荷蘭人可能就係呢位登陸嘅，故所南曼人按嚟遠遠就做嚟看到荷蘭人嘅船為四個嚟攻打。他的船從打狗方向一路開過來，我們很難想象小琉球人心裡的感受，所以他們會把老弱婦孺500個人左右的老弱婦孺就拿到烏尾洞去躲起來，然後男人就武裝起來要對抗這個入侵的荷蘭人。昨天豪興說他有看到我寫過一篇文章，我在原住民文獻雜誌上面寫的，我說應該把這個場景整個要框下來，做成一個歷史事件的歷史文化景觀。那我們寫報告應該把這些東西都寫上去。就是說，我個人覺得啦，作為一個考古學者，事實上還是有很多責任在身上的。我做了太多的這個社會方面的事情，才會被李遠哲院長罵。李遠哲院長就是說，你假如不要做那麼多社會服務，你的學問應該會更好。所以他大概應該覺得我應該當院士，為什麼學問會不夠？就很好笑。他就問我說：“你要認真一點，你會不會學問會更好？”我說不會。所以這個是，所以我覺得看到這裡這個場景，我會覺得很特別。就你看，我每次來我都看，每次來。對。因為它沒有路可以上來嘛，所以這裡來躲機會還蠻大的。哎呀，現在都沒有彈性，下來就是那個凍降肉。